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2节到17节，27节到30节。创世记39章第1节到第4节、第9节。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2节，以利两个囝是匪类，藐视上主，无守祭司处献祭的肉的规定。人献祭肉得煮的时，祭司的仆人就来举3鸟的肉册，插入鞋仔、钉仔，攕出来的肉，祭司就摕去。迄时，祭司对来示罗献祭的以色列人，拢安尼做。毋若安尼，肉油还未烧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甲献祭的人讲：肉一寡摕来去互祭司烘，伊无爱煮过的肉，爱生的。献祭的人若讲油烧了，肉才照你所爱的摕去，祭司的仆人就讲：袂用得，随时互我，若无我要强摕去。以利两个囝的罪伫上主眼中非常严重，因为因藐视献互上主的祭物。27节，有一日，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来见以利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祖先做埃及王的奴隶的时，我有对因显现。我对以色列正支族敬亚伦的家做我的祭司，伫我的祭坛献祭、烧香，穿以弗得祭司服服侍我。以色列人用火烧献互我的祭物，我拢有分互恁祖先。我所命令伫我的厝献的生礼祭物，恁是安怎甲因吞踏？你看当你的囝较过头尊重我，竟然准因对我的子民以色列献的祭物，摕上好的份去食甲肥足足。所以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讲：我虽然捌应允你的家甲你的宗族会永远服侍我，毋过现在我上主决定无要照安尼对待恁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要尊重伊；藐视我的，要受看轻。创世记39章第1节，约瑟互人带落去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，就是法老的人神侍卫长波提法，对遐个以实玛利人将约瑟买去。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伊住伫主人埃及人波提法因兜。伊的主人看见上主甲约瑟同在，佮上主互约瑟所做的事拢顺利，就介意约瑟，互约瑟伫身躯边服侍。主人派约瑟管理伊的家，将所有的拢授权互伊。第9节，伫即个家，无人比我较大，你以外，伊无一项无交互我，因为你是伊的某。安尼，我哪通做即款极歹的事得罪上帝？